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我是钟怡群阿群妹。今日的节目地度，要同大家来小个好教的法通哦。大家好，有谈过董事冇？董事也只蔬菜好，阿群妹依旧冇去的。不过我同好也只蔬菜，因为大家就讲佢係一隻山上，故所今日就要來同大家分享山上的故事哦。山上啊，有一群後生嘅，佢就組成一個很多毛埔青年團。有隻毛埔青年團啊，也一部嘅有動到法通，還有實習，我同大家來分享哦。一下就來細細格格分享今日節目地度嘅來賓，分享你青年毛埔團嘅團長，分享阿志，分享。大家好，我係東勢來的燕志。好，分享阿志好，接下來啊，係你另外一位是我們的夢雲，分享。大家好，我係來東勢的夢雲。哦，兩位就係東勢來嘅鄉親，有一些嘅困難，當叫冇風妹啊，東勢太埔強嘅鄉親，今日就嚟交流一下你嘅客家話，好冇？是對啦。對，前一部嘅我剛談到一隻東山區嘅講東勢強，講太埔強同講西安強嘅一隻東好笑嘅一隻小口吼，就係我同事啊，佢係講太埔強，佢就講講昨日，就是昨天嘛。昨天的太埔強很多茶鼻，對不對？對，是不是？茶鼻。對，然後後來我們另外一個講西安的朋友啊，就想講，奇怪，你幹嘛講茶杯？佢講茶鼻，喝茶的那個茶鼻。那請問，東勢強、太埔強嘅這個喝茶的這個茶杯的客語用版講？茶杯。啊，茶杯，以前起床喎，故所啊，今日要來同大家來分享董事好搞的事情哦。先來同大家分享一下，上來呀，毛埔青年團這樣子的一個團，是全部都是後生的人家的，用下來組成的。對，2人的毛埔青年團，有30個人，30個人，然後全部都是在地的嗎？基本上8成都是大毛埔人。對。那剩下的2成，剩下2成都係東勢的，阿無都有台中的啊。東勢同台中都有。故所阿志本身就係。我太埔人。哇，給夢雲呢？我東勢人。你就是少數那個20%，是不是？少數個20%都係東勢人啊。對，很奇妙哎。如果你不是住在這個太毛埔，你有冇想到講會參加這個毛埔青年團？因為一開始都係燕志給人頭做4義的活動，東勢人都要老了嘛，東勢都是客家文化館，冇事都樂意行了，小事件抬槓就講，用個像頻率。很接近，有冇？有對到，你選做列條線，差唔多都30公尺咧，為家鄉來做一出事情，是等你選做，都小事的大家共下做。唔過我當時我啲好，上來呀，毛埔青年團啲嘅做乜嘅事情啊，做乜嘅愛成立呀？咋？其實我哋毛埔青年團哈，一開始係過年，同人家廟想講。前面做一個鬧新年，過年都非常的熱鬧，對不對？一開始我想法係想講，大概過年將來啊，都去拜呀，拜好都專心屋卡滑手機看電視，應該還有吃新丁板吧？冇，新丁板是元宵節的，那又不一樣了。對，差不多都只過1個月這樣子。對，都會想講。人與人之間變成不是這麼有溫暖了。對，他冇講聲音呢，其實連老人家、連師太人都啲嘅滑手機，對不對？要打卡。對，就是因為大家都是去拜完，因為廟裡沒有什麼活動，所以變成說大家就回家了。那就今年的過年。我們也是受另外一個哥哥的影響，我就看他辦了還不錯，然後我就跟我太太說，我來辦鬧新年好不好？他一開始其實是拒絕我的，後來我過去同我媽媽講，我媽媽就講唔係啦，
冇啦，很语重心长的感觉。对，其讲这个做些路也无限来做了，像哦，过一摆都，我本用就可能安尼，好像又做不下去，啊，就讲好啦，我听啦，啊，不过啊做，人都做太的，所以我们就是闹新年开始做出来，做得不错之后。对，我们才成立这个毛埔青年团。当初闹新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希望怎么样让大家来参加呀？闹新年的活动。哦，当初我安尼做的时啊，我去找我们在地的耆老，还有一些里长啊，那些我们都告诉他说我们要做这些事啊。其实他们也是愿意支持我们，他就觉得也是太久没有这样热闹了，做做看。那我们就是结合了有歌唱，还有国小还有新住民，他们都来跳舞。哇！对，还有摸彩活动这样子。对，那一天其实是很热闹。就会大家行出舞卡，来到那边同大家共下闹年过新年的那种感觉。古时啊，闹新年过后，其他的就成立呀毛埔青年团的这个青年团就开始成立了嘛，对不对？那接下来闹新年完之后，毛埔青年团还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在闹新年完之后，我跟我太太又想到要做公益活动。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在这边的黑猫的嘿，去改条路，对，去改条路嘿。那我们都是异业结盟，我们去找了补习班，去找了在地的商家，我们一起来办一个爱心公益园游会。这一场就是梦云也是加入我们。梦云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对。所以刚刚阿志讲佢本身还有做些，古时候佢喺当无限的事情。那梦云呢？那本身嘛，头做些，这个都是。你们都是在兼职状况做这些事情的。你要总爱下班过后，洗身洗好咧，40點就會討論那條事情。12點安撫10條，這樣來討論。這樣來規劃這些事情。古時候你看啊，佢就愛討論一條事情啊，愛判一條法通，愛發佢就去個其他的事件。古時候一下就會同來同大家講一下吼，佢就發按到事件判出來嘅法通，比如講，我通講有一場很多好客市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市集，可以有抢到菜地的小农。对，就是好客市集是4月1号之后，我样开始讨论讲，我们来做一个市集。对，我们就想讲，我们太嘛补齐一块地，我们很庆幸的讲，那块地的主人他就是觉得我们很有心。同样的想法。佢都讲冇那块地成这样也能去做。哇，赞助的感觉，先借你们弄。对，俺个刚刚哎呦，安尼不错啊，俺个都去做，都想讲，本来是想说提供一个平台给当地的农民啊、小农啊，都可以去来这边摆设这样子，对。古时候想要有一个想法，係咪想要講本小農做的出價，同我們的鄉親朋友共下來做接觸，直接面對面的。對，也可以說，因為我們那條路是通往古關的方向，想說有點外地客這樣子。古時候係啲大馬路順風，有一隻實習。做得本大家去看菜地小農家的嗰農產品，不過呀實習要發通來吃到行係懂，因為係一開始家的一群後生誒，自家來判的也就發通，生來也地多的小農愛去那一群嘛。因為其實有時候要找到小農並不是這麼容易，還要認同你們的想法，還會同人家就下到一隻蔬菜來判一隻實習。一開始的話，其實 Emma 有想講，除了自家的東西也推廣出去，那 Emma 對老輩的東西帶入來，所以開幕今年 Emma 有成功推將當有名的甲剪油頭的大人物理法，還有規主題搶入來。哇！今嘛當有時，他們也想講認識一下到底東西三項，年去泰里，年去柿子，還有乜解？還有三個搶入來。
啊路的因就唱出来。哦，路的唱出来，那卖惹黄瓜，然后卖惹黄年瓜菜，总要可以唱出来。哇，鼓手唱的你作风的压力耶。你们是泰里的大出的泰里吼，然后爱讲泰里，泰里泰出的世界，鼓手啊，大家假是去到好客市集，每周得看到泰里，错冇？你讲其实一道农民，你都做泰里啊。鼓手呀，好客市集呀，这个活动的时间黑马该时间，黑固定的嘿。我刚开始的时间嘿。每周6日，每周6日，因为你都顶人上班，太吵了我后来讲，因为我们要把活动做到好，所以我都变成一个月2道，一个月2道，2日呢，2日听，就会变成时间嘿，我头粉丝团上班打上去这样。鼓手大家想要去参加好客市集，欢迎上 FB 的粉丝团去看看啊，其他就会资讯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讲毛埔抢眼团的故事。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嘅，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紹介一對東西山上來嘅呀，毛埔搶眼團，也就係一群後生嘅組成嘅也就搶眼團，有潘豆豆發通，今日我來同大家分享。剛才有講到吼，有這個好客市集的部分，第波有講到菜地嘅小農同大家來分享，也就用心種出來嘅菜地嘅農產品。唔單止按呢哦，其實我知道。亞洲發通，應該唔係講亞洲發通，潘發通，其實是要花很多心力，還個錢力。那我就想要來問啊，亞洲一群後生嘅組成亞洲搶眼團，所以亞洲潘發通嘅亞洲經費係哪來嘅？其實講到經費哈，是我們最困難的地方。因為過年嗰時，我們係。所有的活動都會硬扛太太綜合規劃好了，都會等於講係都會向耆老間出錢。募款的方式。對，見到用個廟的方式出錢來做了多個活動安尼，市議的活動，每都變成愛去請大家嚟募款，來做了個愛心歌。其實你做公益的。我東西也沒都有熱情，就見到邊都很願意來贊助。其實到最後我們還是有盈餘，我們是全部捐出去這樣子。哇，還有多嘅錢，還攞佢捐出去幫大家分享。唔過啊，唔單槍啊，也得發通啊，啲董事聽聽哦。其實呀，它還有一隻發通可以延伸到旁邊的古關了，是不是？對，就是這一次叫做漢山音樂季，咁樣嘅董貼片都來令古音高級。董神奇嘅名誒，韓國係拍啲古關，怎麼解會選到亞洲素材？其實為什麼我選到古關哈？因為921對人三鄉來講，造成也是蠻大的。大部分董事心裡面的一個。對中橫也斷了嘛。人潮就不像以前這樣，東西每一棟人外流。那變到講8月其實咪係個暑假，想講，我不單單做了好客市集嘅同人踏步。我每做東西，我希望講幾個山鄉說是歌唱跳擺安尼當老年，所以我也都結合古關的個溫泉樂者，強啊你來辦那個漢山音樂季。操，漢山音樂季，嗰首佢地度有乜嘅內容？地擺哈，你係夢雲來講。好，你來唱夢雲同他有分享。漢山音樂季哈，因為講。我們結合了一些古關的溫泉業者，好暑假然後帶着小孩子親子的活動。那對於好客市集來講，漢山咧都會唱的阿伯阿叔
临暗咧去包泡，吹粗料，仲有脚嘛个山呢啊，仲有脚个新龙牌汉山，龙就红诶。所以讲，俺那个汉山音乐季，那阿爸阿叔出来，俺就足空快。香火带的目的是讲一个传承，他细年啊冇乖嘛该哦，香火带，这是这个俺的周边商品，对不对？除了有这个香火带，呀，其实就会大家讲的 can， 对不对？你们讲 can 对不对？can 还是 can？ 里面的那个吗？对，里面的那个。哦，你都讲到有个特别哈，恁其实迪拜哈，恁迪拜咪系做。有一个演唱应该福利了呢，俺特地做黄色的，黄色的俺那个原油券，这里面不是 can， 对，这里面是原油券，亚黑就是这个汉山音乐季里面的原油券，对，所以底部唔但唱有音乐后堂，还有这个原油会的感觉，叫。哦，佮结合跟一个温泉业者，跟像旅游展啊呢。旅游展。所以当天去，他们都会释出非常大的折扣。哇，所以唔但唱有音乐后堂，还做得去看原油会，还做得去买东西，还有这个小型的旅展，可以参加，对不对？对。哦，鼓手也音乐季啊，呀，他演出团队，这个演出的团队有客厅嘛？恁遐差不多有5、6组，不过是填今年填台南、高雄、港岛。哇，迄哪请咩啊？都是朋友的朋友啦，无都是网络上没有招募各地招募表演，鼓手大家就做得去报名。是的啊，都呀哈都喊做得去报名。是的。哦，鼓手分享大家去报名参加。来令鼓音乐季，分享到来令鼓去参加音乐季，对不对？体验这种在地同乡亲朋友共哈同乐的感觉，而且唐贡哦，参加呀音乐季表演哦，还做得来参加一个票选，对不对？有个人气奖，嘿，要人气奖可以买个东西呀。人气奖对，因为。来表演呢，因为俺唱歌都没一好听啊，俺是来评审人家，所以俺都用人气的票选谁是人气王。俺人气王都有3000块的奖金。3000块的奖金，鼓手都亚哈喊做的报名去参加这个汉山音乐季来令鼓音乐季的表演哦。哇，鼓手也来令鼓音乐季啊，加个时间发通时间系嘛个时间。我们的活动定在8月12、13。8月12、13。对，12号那一天，对，礼拜6、礼拜天，然后12号那一天到下午4点，我们就会选出人气奖。哦，给13号呢？隔天。13号纯音乐表演。哦，纯粹的音乐表演就是了。不过你看到这个周边商品啊，就是刚刚说的香火带。香火带要怎么样才可以取得？香火带其实我们是。可以单买香火带，或者是单买 T 恤，活动 T 恤，对。那香火带都会单卖一概都要250块的，但是你跟衣服一起合买300块，都便宜。天啊，好划算哦！鼓手听说会穷哈买啊。但是我穷哈。你看下买嘛，其实人家扣掉成本，人们也全部。而且里面还有原油券。对，那里面有100块的原油券。对，那要怎么用来买亚的周边商品？周边商品的部分，其实像那个粉丝专业，去加听 Q 的时代嘞。粉丝专业，FB 搜寻嘛，该东西关键字。好客市集，分享大家后扫描去搜寻好客市集，就做得来听啊周边商品哦。还有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叫做包屁平安纸。那个小 model 嘿，妹妹细年，因为老人家其实在参加了嘛，还有上，还有个细鹅嘞，细鹅嘛哦呀，好可爱哦。鼓手做的老人家参加，然后小孩子也可以穿包屁衣来参加，还有其他的周边商品吗？其他总还也是小东西啊，零钱袋啊，吸水杯垫，各种还是周边衍生出来的。鼓手其实啦，亚的东西，那全部都会罚钱。
讲到钱，大家都不讲话，很辛苦的感觉。其实粒衫，因都无钱好认，热量昂贵，粒衫係因係賣個拍實嘅衫。而且其實呀材質很好啊，因七家印嘅。七家印呢？熱量印嘅。怎麼印啊？大量都冇用款，大量都冇用款，兩有兩啊個龍膜。這個也是嗎？對，做七家印嘅。用嘅印呢啊？一做一條版，啊，一家做版做好，啊就七家印。所以是就是像拓印的方式，用網版印刷，一兩印500兩，一兩七家印500兩，嗰時候張賣300 K 係冇？300 K 含料，那 K 被舉辦，怎麼會這麼便宜？給檔口周邊商品的那個也是自己印的嗎？對，那個帆布的。對。中下七家印，竟然冇錢啊！冇錢，嗰時候講七家印。冇錢我來做啊，啊都七家印。給七家印過後要的東西，沒有一些的收入啊，給嘟嘟後人家的就可以補回去啊。其實人家 Q 配啦，成本我們還是捐做公益，我們還是不留起來，我們就是扣除成本全部捐出去。沒有冇錢的團體可能會生存得比較久。怎麼說啊？沒有錢的團體會生存得比較久，因為就沒有錢啦，你也不會從裡面想要得到什麼東西，就是一個付出，對土地，對家鄉，所以沒有錢其實對我們來講沒有太大的影響。哇，大家這整個毛埔強年團，大家就會按內胸嘿，三色啥，跳上你，嘿，這樣。大家都是用這種付出的方式，希望七家的物卡。七家家鄉喊較好，對，然後就大家齊心協力的攀亞就發通，大家來參加。你看一群後生人真係攀到岸呢，勞動到七家家鄉嘅文化，然後七家家鄉嘅事情，同大家來分享，係唔係動出的？大家來參加咯，大家要記得咯，8月12喊個8月13，禮拜6、禮拜日，歡迎大家去參加。來臨古音樂祭啲啲古關嘅素材吼，還有相關嘅資訊，愛買呀周邊商品啊，就掃描 FB 去搜尋好客市集，就做得看得到。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韓卡的故事，愛同大家來分享。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分享對東勢山上來嘅也毛埔強年團，佢哋盼嘅發通愛同大家來分享。佢哋盼發通嘅目的啦，就係希望在地嘅後生人做得鄉下來同大家來同樂，冇看到物卡天天啊，做得同大家行出物卡，還講咩同老人家搶出了，還講輕鬆要嘅愛留愛天嘅朋友們帶過來，東勢山上有隻素材。古時候人哋盼發通研究以來啊，吃到菜天人，也係富區的人，也係愛天的人，佢哋對人哋有沒有什麼一些回饋，或者是佢哋參加的這種情形大概怎麼樣？其實一開始大概買觀望，老人家就是爸爸媽媽，做講冇無聊啦，做些還冇啦冇閒係嘛？因為我們活動一場安尼攀落來，其實毛埔的老人家，吼爸爸媽媽，其實對人的幫助係最大嘅。啊，再同我講，冇啦，愛有乜問題，夾3分鐘就到咧。你講有乜個問題有冇？老人家很懂善忙，就讓你聽數誒。像人端午節啊，辦一個活動，免費的1口粽，好咧，種下講好咧，啊，咩年校讀粽？冇影響。結果燕子的媽媽都炒了，我媽媽都洗個粽汁。啊，伊鄉下。伊個團員的媽媽炒個糯米。
大家就分工来合作。共款9点大概下班咧，先洗洗咧，好读钟。好辛苦哦。不过大家全部就懂用心，而且其实我听说孟云其实唔咩，就是他本来就不是在东市工作，你不能当黑弟有非常非常好的工作，对不对？还做得去欧洲，还可以去国外，怎么那么好？不过你呀，哈萨这类东西呀的手菜。对我一开始的工作，其实也给我很大的就是一个挑战，那也很感激那个工作，因为我原始的工作就是做印刷，所以这个方面才会可以。那回到家乡有该做的事情，那跟燕姿他们一起，我们现在一起做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太严肃的议题，就是做，就是跟大家一起做。那像很久的东西，爸爸妈妈都懂听啊。超听超。一礼拜种日到，你们当日种来，不过种来都会细心啊，头甲污垃圾的衫，人又走皮咧。海黑岛辛苦，不过布卡尼还是非常的支持，对不对？布卡尼是非常的支持。那阿志呢？我唔讲了呢。布卡尼哦，一开始我妈是。因为我妈较低调，叫刚刚冇啦，都做恁七个写都按摩hand啊来做了。我讲我感觉讲，其实我做到了嘛，我妈妈感觉其实我都做嘛个，佢默默的支持我啦。对，而且用行动直接支持你。对，佢都变到讲。尽量不要讲到他名字就。真的很低调，有没有？低调。但是团长，你还是有非常多必须要肩负在身上的责任。毕竟讲从呀毛埔强演团啊，呀343年，韩国你们的好客市集，还有你们的其他活动，哈尼拜呀黑年都会 V 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让它走得更长更远？未来啊，因为我感觉讲，咱以后吼，唔要讲局限讲同咱踏步。慢慢同人东西，我希望是讲，咱几个三项是介绍给外地人知，因为我刚刚进京921也是过了10几年了，人口外流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家乡都剩老人家了。我希望讲进京怎样人讲安尼繁荣放怀，其实咱家乡东西讲每一岛人出来做了这种事情。我感觉讲，大家都要为到东西好安尼。古时候有懂人为到东西好，为到家乡好。我想也唔单单係东西，其實啲全台灣懂到所在應該都有行卡到一條後生嘅出來為自家嘅家鄉，對不對？來努力來打拼。不過也高場地度聽說有讀到懂到嘅困難同辛苦嘅所在。不過雖然亮啥，這兩位看起來都很開心笑笑的，但是我想裡面一定有很多種困難嘅所在，不好執行的地方。像咱市集，一開始看過兩個禮拜之後，開始咱都感覺講，人無像這樣開始按到。講係客人還是說？來嘅客人。來嘅客人。其實你有個動態嘅問題就是講，咱有一家寫，所以咱有一個主業。可是來兩人市集兩百個攤商，給扣了吃飯的，對。我們也不忍心，其實也不是說不忍心，他們也知道說沒有人了，他們就會變成攤商就會變少。我們能了解。那我們也是希望說未來就是有好多一點活動，我們就可以找他們來。我們也希望說他們生意好這樣子。因為我們自己本來有主業，所以我們不是靠這個吃穿的，對。唔講係迄種辛苦啊，因為是用你們工作其他的時間將來做亞件事情。故事我感想，尤其是團長，還有其他主要負責這個毛埔青年團事務嘅團員，大家聽說有懂到你支持佢的，他們才有辦法做這些事情。那我現在也想要請阿志借這個機會，你可以說一下有沒有你想要感謝的人？其實我感謝的人真的要很多啦，因為我很付款有沒有收錢的人，全部都要給他感謝一下。我真的我很感謝那些支持我們的，真的，尤其是我們連空心磚都要去找人家資助我們的時候，其實我最感謝的還是我太太，因為一開始人家企劃，嗰時只有我看到朋友。來做了活動，其實我媽係佢講，唔做出 join 呢，活動做喺佢度上，喺佢度打，其實
恁就讲你做哦，你还个加钱吼，恁加卡，其实我们比较轻松啦。对。啊，我要感谢真的很多，对，就是你了。就是只好谢天，有没有？要感谢的人太多。我真的欠很多人人情，但是我能跟你们讲，你们支持我，我会努力去做，我不会辜负你们，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对，因为我不想让你们觉得说我就是给你们拿钱来做一个烂活动，对。那孟云呢？孟云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我其实应该是最感谢，也是我的父母亲，但是。我的对口是队团长，我200%相信他，我相信他会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团，有这么好的一个两头的人，有没有这个领头羊冲第一的这个人在前面？那有没有希望更多喊卡到东西三项的要得后生人做得来感应？其实可以啦。你只要有心来找我，我们谈得来。其实大家都可以加入。频率对，欢迎来参加。我觉得为家乡好，唔怕。来，人其实大家聊聊天嘛，OK， 我们就一起做都没有关系。古上咩係行喺同分樣，大家有心嘅人做得來參加，對不對？而且其實啦，一下董事台中嘅理由唔但搶衝台中天天哦，還做得延伸去東市，基本嘢咩來同大家來分享。上來呀董事，韓國呀太毛埔呀隻素菜，做得去那片來旅行。韓國聽說有一個旅遊的地圖，是不是？哦，我们最上应该是上礼拜吧，我们东市区公所应该有一个新的吃喝玩乐的一个旅游地图，你们可以上那个东市区公所那边官网去找那个地图。对。这个是想要去董事啊，太毛埔要的素菜，有那种好食的呀、好高的呀，做在同大家来，先来透露一点资讯。那边啦，其实很多嘞。我们有那个咖啡馆，它叫何朝中咖啡馆，那是他好朋友。哦，对。何朝中咖啡，它除了咖啡很厉害之外，它的吐司更厉害。那隐藏版的，内行人才会隐藏版的，今天同大家讲哦，菜单上没有，菜单上是没有的。哦，对。除了咖啡馆以外，然后最近讲的有开一间新的甜点店，蓝带师傅，好厉害哦，鼓手啊，干嘛头闪动灯，哦，所以也是隐藏版的，对不对？也是超级隐藏版的。欢迎大家去，唔但抢去台中了啦，还做得去到董事，做得去到太毛埔来了哦。韩国其实8月5号还有一个活动在草悟道，对不对？来同大家讲一下。我们的8月5号在我们的那个台中市政府，它举办的一个活动，那是我们东市这一边专属的活动，是一个离子的一个活动，所以8月5号可以到草悟道跟我们见面。我们也会去，我们也会去。6位咩會去？鼓手歡迎大家8月5號去台中草悟道，8月12還有8月13我去來領古音樂節哦。鼓手今日神夢2位來到節目現場，謝謝你們。謝謝。有啦。咩歡迎個羅拉，全部我嚟可以下咩羅拉嗰邊扶起來嘅鄉親朋友，看，先休息一下，等下聽聽運動先生來做運動。